新一屆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將會喺下星期4舉行。30個中學生會到訪北京、酒泉同埋西安參與訓練活動。由曾正儀報道。30個參與第15屆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嘅學生，面對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宣誓，佢哋會去北京參觀國家天文台總部、國家航天局、中國航天員科研中心等等，亦會到訪酒泉衛星發射中心。有少年太空人話，自細睇神舟發射嘅影片，增加咗對從事航天事業嘅興趣。作為呢一方面嘅愛好者，咁難得嘅機會真係唔可以錯過。同埋我都好想去深入了解一下，即係中國航天員佢哋個訓練過程。我好想發自內心咁去體會佢哋嗰一份中華文化入邊嘅堅持同埋勤力。陳國基喺出發儀式勉勵少年太空人，一定要好好把握難得嘅機會。今年係香港特區咧實踐航天夢想嘅歷史時刻。黎嘉瑩呢係乘坐神舟23號飛船升空嘅一刻，我同全港市民都感到係無比嘅振奮同埋自豪。咁呢一幕呢，亦都令到好多有航天夢、有志投身航天事業嘅香港年輕一代呢，切切實實體會到航天唔再係遙不可及，而係呢，只要努力奮鬥就可以成功實現嘅夢想。呢班小太空人將會喺下星期4出發，9日8夜嘅行程包括參觀科研基地、體驗航天員訓練同交流環節等等。今年收到嚟自110間學校，一共大約有200份報名申請，通過3重嘅面試，挑選30個少年太空人。體驗營完咗回港之後，佢哋會喺9月出席分享會。Now TV 記者曾靜怡報導。